新竹市旧社国小有一个传统的皮糕戏社团，平常时除了教囡仔安怎操作，嘛鼓励囡仔亲手做戏红啊。希望学生透过皮糕戏，学晓安怎甲别人合作，做为完成一出戏。他要是知道妈妈在天空中守护着我们。皮糕戏演出是愈看愈新鲜，来到戏台后一看，原来拢是学生人的，大家共心合作，演出是真成功。学生讲在过程中嘛学到团结的重要性。忙的时候就是有人会不注意前台，然后呢没空的人有可能就在帮忙找戏友，是要灵机应变，然后比如说打结，就是要赶快用这个十字架，然后去穿它的线，然后才可以把那个绳子跟戏友的一些东西把它给解开。囡仔除了会晓演戏，皮糕戏的红仔嘛，拢是校长参老师一步一步甲教才做出来的。红仔若嗨去，嘛得家己来修理。每一个学生经过训练，拢对家己更加充满自信。参加皮影戏团可以让孩子们就是勇于发表，像是在对国语文方面朗读，还有像演说，他们能更有勇气地展现自己。我们希望以皮影戏为一个中心，然后导入更多的传统文化元素进来。那透过这种方式，能够加深加广孩子的一个学习的触角。学校除了皮糕戏社团，嘛有传统的人狮、甲客家歌谣等等。校长讲，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传统文化会当继续传承落去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